来，咱同心来祈祷。咱同主感谢你，互阮伫疫情过去了后，得到主你的保守。你重新将阮组织，为着新的一个阶段、新的使命，互阮搁再同齐、同脚步、同心意，伫主你的圣工的顶悬来组织。主，阮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日来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的教会恢复圣歌队。阮已经真久无有即种常态实体的礼拜，阮的主日的囡仔嘛带着欢喜的心，倒来到伫家己的教会。主恳求主你帮助阮，就亲像对黑暗面到天光，互阮的教会伫新的将来10年，阮会当常常会记得。主啊，你所要赏赐阮的教会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组织，愿一切荣光归伫你的圣名。也愿阮伫礼拜中间，阮的组织每一个邀歌、软正兄弟姊妹，拢伫你的面前来得到你的扶持，主你的祝福甲帮助。愿将今仔日敬拜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通过阮所念的诗歌，通过阮所强读的圣经，通过阮对心中敬虔的祈祷，祝福你的圣神就大大做工。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礼拜时，会当亲目睭看到上帝你家己的荣耀。愿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也愿上帝你组织伫网络顶悬恒恒的阮的兄弟姊妹，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阮同心来敬拜你。愿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伫圣神你的手中，求圣神来帮助。愿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圣名，阿门。
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伫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荣光，笑念伊的殿。这是来吟圣诗59首。上帝自然至尊无对，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伫，用四道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来启用。启用文25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掩掩。日是太阳无伤你。暝是月也无害你。
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这是过来吟圣诗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坐着吟全首。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求你安静阮的心，打开阮的心门，全心来敬拜你，甲你三千军，领受上好的福运，享受你同在的喜乐。亲爱的主耶稣，恳求你怜悯保守看顾台湾的安全，享受平安、和平、仁爱伫阮的国家。求主来掌管，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请圣歌队。强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诗篇126章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錫安，迄时咱亲像眠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嘴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耶和华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予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阁流。流目屎也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声收割。
迄个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倒转来。再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7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4章17节到21节，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伊就掀开，找到迄所在记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予我传福音予送乡人。伊有找我，予甲受了的人讲，因会得甲透放，甲青面讲，因会得到国光，来透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耶稣合册行这事，就坐地。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开喙对因讲：即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讲到出头天的迄年，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当心备办咱的心，来邀请圣神对咱讲话。咱当心搁一摆，当心祈祷。至圣的阮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要敬拜你。得时不得时，对少年到年老，你拢是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搁一摆听见噩梦的信息。阮感谢你，互圣歌对今仔日为着阮吟金句合解书第3章这段伫绝望中间对上帝所得到噩梦的信息。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阮。出头天就是代表伫绝望的中间咧期待天光光明的日子来临到。愿你的圣神对每一个较无你需要你的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你的圣神对伊讲，就亲像阮的主耶稣讲：上帝欢喜的年要临到恁。愿阮用较无的心来领受，也愿阮真做一个见证。上帝，你是赏赐人福音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2礼拜，台湾甲国际拢咧讨论台湾到底会安怎？亲像1996年台海两岸有这个危机的时，我捌接着我的朋友，伊伫1996年，伊就写批甲我问讲：浩生你好无？阮为着台湾来祈祷。同款，亲像今年，咱亲像看到鬼伫7月份。这个国际的消息，全世界拢伫台湾来紧张，这你会惊吗？恁咧摇头。台湾人敢是用吓惊的？大汉的吗？是啊，但是兄弟姊妹，这毋是一个短期的时间啊！今仔日个出头天以后，伫明年我会搁再甲咱分享这段历史。出头天这句话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讲，是一个足有历史性。也值得咱深深纪念的一个真要紧的一段有花有目屎的历史。今仔日我无要讲这个，最早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我无要用政治的角度来讲出头天，我要用咱伫人生中间福音的角度，我要用福音的角度甲咱大家来讲出头天。刘一鸣，谢谢你今天这个礼拜经这条歌，圣歌对。陪伴，无论是领诗，无论是司琴，因拢真敏感。伊对着牧师伫拜师所传出去的这个经文甲主题，因真用心咧准备。圣歌对所唱的兄弟姊妹，
愿恁今仔所念的诗歌是恁一生的诗歌，该背起来。哈该书第3章，伊咧讲起，当所有的环境拢无法度供应人伫福音顶悬的教业，所以用农作物，用伊所饲的精神等等，生命绝望、困境绝望的事，都对耶和华要互咱欢喜。所以弟姊妹，出头天即句话伫今仔日的礼拜，教会甲咱做伙来祈祷，牧师陪伴咱来祈祷。愿天父上帝互咱有一个福音性的祝福，因为今仔日主耶稣伫2000年前所表明的话，也临到伫咱中间各一摆。因为耶稣讲：“我来是要宣布上帝欢喜的年。”上帝喜年伫圣经中间代表足深的意思。同款，即礼拜我嘛接到电话，嘛接到 email。我一个做伙伫美国读册的一个孟加拉的牧师，伊就头一个写批互我，伊甲我问讲：“好，生你好无？阮听到国际新闻咧报的事，阮真紧张，我替你祈祷。”伊讲：“我嘛真见识，因为阮的政府，孟加拉的政府，为着家己国家的利益，阮选择来支持中国。”兄弟姊妹，其实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这段话的时，无受气，嘛无惊吓，因为受气甲惊吓并袂当成就大的事。但是我要甲恁分享一个出头天，就是我深深相信，对古早到今仔日到将来，上帝拢是一个怜悯软者的人的上帝。所以大笔伊讲，流目屎欢喜夜睛子的人，因将来要欢欢喜喜来修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福音性的信息就是伫绝望，咱有坚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我要用一个英国的牧师伊所写的一本册，伊讲伫危急的中间的灵修，伊伫迄个中间有写着一句话。牧师捌伫礼拜中间甲恁做伙分享过，即句祈祷的内容最重要就是咧讲起一个基督徒要因为上帝的同在，心内无惊吓；一个基督徒要因为上帝的同在，因的心内无惊吓。兄弟姊妹，甲你家己讲，我要因为有上帝甲我三家己伫我一生要生活伫一个坦然无惊的人生。愿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宣告。也愿今仔日所有的圣经，无论是伫诗篇126篇，无论是伫路加第4章，无论是伫哈该书第3章17节、18节，这3段话，佮所有今仔日的圣诗，拢是甲这个主题有关系。愿天父上帝听过咱的祈祷，听到咱所念的诗歌，上帝将伊诶所想述的愿望放伫咱的中间。今仔日上要紧的一个主题，就结连伫上帝的喜年。上帝的喜年毋是耶稣的时代才临到。今仔日的诗篇126篇，伊咧讲起以色列人怎样伫埃及做奴隶。诗篇126篇其实是咧俄勒咧回顾以色列的百姓怎样站做一个奴隶伫埃及400年。诗篇126篇一开始讲上行的诗。上行的诗的意思就是讲，因要去耶路撒冷的时阵，因对山骹，伊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上行，就是爬行、上行的。因上行的时所咧念的诗歌，所以犹太人的民族当因慢慢咧做这个朝圣之旅的时，因常常用祈祷，也是讲用因团体会晓念，大家做伙念，亲像咱咧念民谣。所以上行的诗其实就是一个。原来咧行的时，原来咧学了，原来咧祈祷。所以兄弟姊妹，这条诗篇虽然只有6节，嘛牧师小可甲咱解说的时阵，恁知影这典故，嘛会当帮助恁以后读了的时阵，会当跨越时空，伫3000年前到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的时，咱就阿门，咱就有一个心有戚戚焉，咱就会感觉讲，上帝啊，你有流目屎眼睛子的人，伊是多有愿望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旧约讲出埃及，伫新约讲出头天。圣经无讲出头天这个字啦，但是耶稣讲我来是为着要送向人有福音，
要互受掠的得到逃放。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第4章中间，伊所讲的这段话，引用以赛亚第61章，伊是咧表明伊的使命，嘛咧宣告，将来教会就是一个宣告上帝临在真侪弱势者帮助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为着咱家己的人生，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无论我的人生拄着什么种的境遇，主啊，无论我的人生拄着什么种的境遇，主求你帮助我，互我有一个仰望的福音，互我有一个出头天的福音，因为这就是上帝国。主耶稣讲，上帝国临到，上帝国君啊，上帝国君啊，就君咱，伊要伫咱的生命中间亲像入天庭。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我用台湾话来回应今仔日所有这3段的圣经、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以及金句。愿所有兄弟姊妹，咱知影，牧师对30几年前到今摆，我为什么逐礼拜一定有一段旧约，有一段新约？这敢毋是足麻烦吗？牧师有一个心意，因为我的老师教我讲，圣经对头前到落尾，对旧约到新约，伊拢有一贯性。所以讲的信息拢是一致的，所以用旧约甲新约结合做伙，意思就是上帝是一个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咱伫圣经的内底找到鼓励话，咱伫圣经的内底找到咱人生的答案。所以做礼拜为什么遐尼麻烦？需要有这种的听词，有这种的规矩。其实这是一种的态度，甲一种的脚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故事应该讲到3500年前，就是大卫写诗篇的诗篇128篇的进前的500年。大卫咧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伊其实就是咧讲起伫伊的民族中间所发生头一摆伫埃及互人掠落吞打做奴隶，所以出埃及其实就亲像台湾人咧讲出头天同款。所以后来出来及这个信息，伫全世界所有受吞打，伫耶稣基督的面前，祈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人。出来及真侪一个真要紧的象征性、象征性的仰望的信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诗篇126篇，这段圣经起头背景的故事，就是咧讲起，代表咧讲起我的祖先。摩西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因捌伫埃及中间有400年流目屎，但是上帝啊，你将因带倒来锡安。锡安这个名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同一个所在无同款的表达。因为伫耶路撒冷的山头顶端有一粒山叫做锡安山，所以锡安甲耶路撒冷拢画上等号，伊就是代表上帝临在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今仔这段诗是咧讲起一个做奴隶的后代，上帝要互伊真做一个自由、有尊严的民族，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起头伫诗篇126篇第1节，大卫安尼讲：当耶和华将遐个受掠的带倒来锡安，阮亲像做一个民梦。确实，经过一段真惨切的历史，但亲像做一个噩梦。伫噩梦中间忽然醒起来，惊！醒起来的时阵，伊心中讲：哦，惊死我，惊死我！伫这段中间咧讲起，人有一个梦，迄个梦是指讲伫惊吓的中间。但是圣经搁落去咧讲起，是一个噩梦的信息。所以代表的诗篇126篇了后，对第5节、第6节，伊连续讲2摆。流目屎夜睛只要欢喜收成。流目屎带种子出去夜种的人，因要欢欢喜喜倒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大卫的祈祷，一直到耶稣基督所宣读。耶稣第一摆上会幕，是路加第4章，真正是耶稣第一摆，伊用着弥赛亚的身份，伊通过魔鬼的试探得胜了后，伊头一摆。来扮演上帝的圣子基督弥赛亚的角色，所以这段圣经有足深的意义。耶稣头一摆，伊用救主的角色进入会幕的时阵，
迄个时阵真巧合，迄个礼拜当迄个会务，因迄日拄是准备一本的圣经，毋是亲像咱的圣经，咱的圣经是66卷的圣经放做伙。但是犹太人因的传统的圣经其实毋是安尼，犹太人传统的圣经是用一张足长的羊皮，伫羊皮的顶悬写所谓摩西五经，写旧约的圣经，然后伊卷，所以因无用伊规本的圣经，当时嘛无规本的圣经，所以迄一日当耶稣入圣殿的时，人摕互伊迄本圣经，拄是以赛亚。所以耶稣就将迄个一卷，直直甲卷到61章，伫迄个所在，伊就读今仔日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咧讲起任何会困苦弱势的人，上帝差遣我耶稣，伫恁的面前甲恁讲，毋免惊，因为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喜年，今仔日临到伫恁。亲爱的兄弟姊妹。用感谢欢喜的心，你甲上帝讲，主啊，今仔日毋是牧师的讲道安慰我，主啊，我知影你今仔日你甲我讲，无论我人生拄着心中的境遇，你祝福的年，你甲我三脚地地，你要填满我生命的杯，互我的福杯满盈。阿免嘛。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安静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基本上毋免足济解说。但是牧师甲咱提醒，这段圣经最重要咧讲，就是一个所有各种伫人生中间所拄着的困境。伫迄个中间，伊讲颂扬人要福音，意思就是一个绝望的人，伊要听到噩梦的福音。所以耶稣讲，上帝的神高抹伫我的身上，差遣我来宣布，受掠的人要得到逃放，受压制的人要得到自由。这嘛是代表肉体。以色列人对奴隶中间真侪自由的人，但是伊嘛代表一种心灵不安，就是心神不安。咱心内有苦楚，有惊吓，有看路，有焦虑。但是上帝的圣心要互咱得到平安甲喜乐。愿天要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咱所拄着的境遇，无人会通知，但是上帝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出头天，伊毋是干那是一个政治性福音的信息。今仔日出头天这句话对咱来讲，就是讲我真毋愿，我人生该安尼。出头意思就是讲，伫我的困境中间，我咧举头仰望上帝。当我流目屎时，我求叫迄个救赎我、拯救我的耶和华上帝，你伫什么所在？所以出头天的意思，起头伊真正意思就是伫毋甘愿屈服伫环境的苦楚，毋甘愿屈服伫一个强权的吞踏，毋甘愿伫任何的苦境的中间，我的一生就安尼过去。也即安尼，恁知影这意思吗？所以犹太人其实比咱台湾人更较毋甘愿，因为伫因的历史中间，比咱台湾更较苦闷。以色列人伫埃及苦闷的历史400年，台湾的历史嘛有一个苦闷的历史叫做400年。伫过去中间对荷兰，后来到郑成功，后来到日本，后来搁到这个中华民国。台湾400年的历史中间，常常是一个外来的政权。但是今仔日我要甲咱讲的出头天，要超越这个政治。咱每一个人伫咱人生中间，拢有捆绑的黑暗的势力。所听的弟姊妹，愿上帝甲咱讲，我所听的囝子毋免惊，你出你入，我拢甲你三脚地地。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咱的信仰是一个超越政治，更较深就是由内而外。所以，这个出头天应该对咱个人的内心的心思意念。对咱内底的灵、内底的魂、内底的心思意念，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会通成做一个得到应允的基督徒。今仔这段圣经对咱来讲，这个题目是一个祈祷，非常宝贝。这是应允，因为耶稣讲，上帝欢喜人的年，上帝欢喜的年，上帝的恩典要甲咱三脚地地。结束的时，耶
耶稣将圣经合起来，其实毋是合起来，耶稣是将圣经搁讲倒来，然后耶稣静静甲因看。今仔日恁听了即个讲道，今仔日圣经内底所讲的应允，拢要应验伫恁的生命中间，听这阿门吗？今仔日牧师讲无对的，但是圣神放伫你的内心，忽然互你感觉讲：主啊，我要，我需要，上帝就成就。所以耶稣讲：今仔恁听了即个经文，就应验。应验的意思就是天都满，充满伫你生命任何的祈祷，满出来。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加地地。今仔即个投影片内底有讲一句话是，迄个字是毋对的。伊咧讲起他就使我如同母鹿，迄个他投影片顶管写即个无生命的东西的迄个他，应该改做上帝的那个有神字旁的他，伫这个所在咧讲起各种的情景，意思就是无花果树无搁再布影，葡萄树嘛无搁再结果子，橄榄树嘛无结果子，无效力，不效力。这个意思就是橄榄树嘛无要搁结出伊的青橄榄，土地嘛无出五穀，羊条内底无半只羊甲牛。这些情景拢是咧描写伫人生中间的空虚。流汗流目屎，但是有一个破漏的空落地啊，就亲像赚的真多地入面，但是人生流破空，所赚的拢流袂掉。合解书是一个真要紧的诗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合解书的中间，咱最后来用合解伊的祈祷做咱的祈祷。合解讲：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我要因为拯救我的上帝来喜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予我稳行伫悬的所在。牧师将这个第19节中一句话给删掉，应该伫这个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佮予我行伫悬的所在。中间佮有插一句话，伊个意思就是咧描写人亲像这个鹿啊，伊伫迄个山坪顶悬咧行。伊讲上帝予我伫这个山坪咧行，亲像鹿啊母鹿母鹿，即个母鹿徛伫迄个山坪顶悬，伊予我行伫悬的所在。为着要帮助咱知影合解书伊的心意，所以牧师将遐个形容的事先放伫一边。伊的意思要邀请咱学习合解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来欢喜。这是今仔日咱的诗篇中间对内对外，外邦人甲咱做基督徒。咱拢要深知，咱的上帝是一个行事有大能、谋事有大略。他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是为我们的生命成就一件新的事情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的教会今年是满90年的生日，咱要向前有一个咱共同的美梦。主啊，100年后，这间教会要怎样？愿这间教会当阮庆祝100年的时，阮的厝边甲阮拢讲起因的基督徒就亲像天公仔囝，因的上帝对因真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诗篇咧讲起126篇第20，外邦人学了耶和华，伊讲耶和华为着因犹太人成就了大事。犹太人就讲阿门，是，阮的上帝确实，伊带阮脱离埃及，来到伫耶路撒冷，伫这个所在，伊予阮加做一个得着头棒、平安喜乐的一个新的民族。所以犹太人因知影，耶和华是因的上帝。讲真侪这经文的解说，牧师要邀请咱对心中存一种的坚持，咱甲上帝讲：上帝啊，除了你以外，我无搁再敬拜其他的神明。主，我要将我一生来仰望你，我深信你是我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有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咱相信咱的上帝是一个要予咱出头天的上帝。伊既然予犹太人出埃及，伊既然予犹太人后来脱离巴比伦的困塔，伊就要予咱
会当脱离最的经济黑暗的关系。特别上大黑暗的势力，毋是咧指国家社会，上大的黑暗的势力是指所有一切搅扰咱伫心内底迄个黑暗的力量，无论是欲望，无论是情绪，无论是错误的心思意念。昨昏的查经班的题目，拄甲今仔日真接近。昨昏的查经班的题目，牧师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如何伫属灵的征战。伫属灵的征战的中间，看见圣神的帮助。咱伫一生中间有真侪黑暗的势力，所以咱爱真警醒。做一个基督徒，毋是过一日算一日，毋是。有真侪基督徒信仰甲生活并无真完全结连做伙。所以属灵的征战其实是咧提醒基督徒讲，伫人的面前，伫上帝的面前，伫无人看见伫上帝，我无看到上帝的事。我拢要成做一个诚实正直的基督徒，这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真要紧的主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头一个，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要来敬拜你。3500年前了，犹太人脱离法老王的手中。当时上帝甲摩西讲：你去甲迄个国王讲 ，Let my people go， 就是讲，互我的百姓脱离你的魔掌，所以圣经记载伫出来记内底，上帝讲一句话：用阮我的百姓离开你的掌管，做自由的人。兄弟姊妹，咱来换咱的手讲：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要互我所拄着的属灵的征战得到头棒。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人得到新的活命。所以有真侪故事，包括乞食，包括破病的人，包括妓女，包括杀街。耶稣伫福音书中间所彰显的，就是互人重新做人。然后伊讲：我要找见圣神，甲恁三合伫地。圣神甲恁三合伫地时，恁要得到自由。兄弟姊妹，圣神今仔日甲咱讲：来。我带恁脱离恁即摆现主时生活中间对恁的捆绑。所以，兄弟姊妹，出头天伊最要紧咧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得到自由甲头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真敬虔、真慎重，检查咱家己的心思意念。咱问咱家己讲，伫我的心思意念内底，敢有甚物所在、甚物种的想法？互我的主耶稣基督伤心，互我的上帝感觉艰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圣神要带咱，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主帮助咱，因为伊是赏赐光明的上帝。所以保罗讲，上帝所赏赐的光，要带人脱离黑暗；上帝所赏赐的光，要带咱脱离黑暗。所以咱伫圣殿的敬拜，毋是一种的宗教的习惯。咱伫教会内底做伙做礼拜，毋是一种宗教生活的一个习惯，毋是，也这绝对毋是习惯，是一种的领受，是一种的享受，是伫上帝的面前，咱的生命重新得到活起来。所以今仔日咧讲起上帝的喜年最重要，就是要互绝望的人得到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你有盼望？在你的人生的中间，不甘寂寞。你讲我真唔愿，我一生检查就安尼尔吗？主啊，我一生难道就是这样子吗？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帮助我，赏赐我一种新的盼望。因为耶稣又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你会记得这句话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耶稣讲，主我知影，你掌管我的明天。无论什么种的境遇，我的上帝，我的主耶稣，我的圣神，拢要成做我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即摆拄着什么种的境遇，用阮圣神赏赐安慰；或者无论咱即摆拄着什么种的境遇，用阮圣神甲你提醒，勇敢徛起来。徛伫上帝的面前，
行上帝所欢喜的路。愿主帮助咱。第二，我要用这段圣经来甲咱做一个第二个祈祷，就是求天父上帝，互咱伫各种境遇的中间，咱有盼望。就亲像哈该书，伊用做伊身边迄个沙漠的空闲，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无结果子，无花果无结果子，羊条牛条内底的牛毋生羊仔囝，毋生牛仔囝，空。所以，弟兄姊妹，人一生会通无用，但是无保证，咱的一生无用一定有收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咱知影，要花想事，要花收回，要花想事，要花嘛当收回，但是要花是一个伫绝望中间想事盼望的上帝。愿今仔这段圣经鼓励咱欢欢喜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感谢你。人生中间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境遇，我拢要因为你来欢喜。就亲像哈该，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境遇，我拢要因为你来欢喜。所以兄弟姊妹，用这段圣经常常鼓励咱家己讲，无论拄着顺境逆境，我拢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第6节伊安尼讲，那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带着种子出去野种子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种子代表盼望。伫咱绝望的时阵，爱带这个盼望的种子出去野种子。这个种子伫犹太人的话，伫希伯来语，其实这个字就是男孩子的身体的中间的一个叫做精子。这个字就亲像植物的种子，但是伊有另外一个解说，就是子孙。这个字会当翻译做子孙。爱带你的囝儿，带你的查某囝出去伫人生的中间，也盼望的种子。我用这种新的解说，毋是新的，就是一个较开阔的解说。做世人也种子，但是咱要将上帝所赏赐咱的囝儿孙，甲也伫上帝的国度中间，咱要将这个盼望的种子。虽望咱这个时阵无马上收成，但是上帝所讲。那带着种，这个字那中文带种的意思就是，你真有价值，你真敢死，你真勇敢。但是这个字毋是原文圣经正经的解说，毋是巧合啦，到底和合本的顶管咧讲，那带着种子出去流泪、出去撒种的人，必欢欢乐乐带着禾捆回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个祈祷中间，我要甲咱分享，这是一个追求盼望的祈祷。出头天的意思就是讲，我唔甘愿，我一生我唔甘愿安尼就浪费掉。我唔甘愿，我一生中间就是伫这个黑暗的势力的吞打中间，我要伫上帝的面前宣告讲，我的上帝要为着我征战，我的上帝要帮助我，赢过一切艰难。虽然头前考亲像看无路，但是我目屎切了打。我要勇敢向前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一个追求盼望的勇气甲行动。今日圣经讲流目屎出去野种子，这是一种的宣告。得时不得时，我拢要勇敢向前。佮另外一个意思，流目屎出去野种子，伊减毋是咧讲去化悲愤为力量嘛？意思就是讲，当我还未得到收成之前，我一直要坚持。愿咱伫无论什么种的困境的中间，咱甲主讲：主啊，你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就什么种的环境，我拢要勇敢、壮大向前行。愿天父上帝帮助。出头天这个话，伫50周年、50年前，拄是50年前。有一群台湾人伫美国，因为着台湾咧祈祷的事。因就出版一本的杂志，迄个杂志的名叫做《出头天》，拄50周年，今年拄满50周年。这个五月天，其实我毋捌听过伊的歌啦，我嘛毋捌讲伊这条歌到底安怎唱啦。但是拄我咧搜寻这个出头天的一寡信息的时，我有看到这段的这条歌。阿信，伊伫这条歌中间写了足有意思。恁若有兴趣看伊的、听伊的歌的人，恁家己Google，恁家己去听。伫这个歌词中间，伊讲一句话，
伊讲我毋甘愿安尼过一世人，我渴望有一日我会当出头天。很巧合，其实毋是巧合，这是人性。所有的人类的历史，所有牧师一开始甲咱讲，出头天是一个亲像出埃及，是一个普世性，超越时间，超越民族。见若是人拄着吞打甲捆绑主动的事，拢有对内心有一种的感情，就是我毋甘愿今仔日做人的奴才，我毋甘愿我的人生就是安尼浪费掉。所以，迄个毋甘愿就化悲愤为力量。所听的姊妹，台湾话讲毋愿，我真毋愿。其实表示一个人的勇气，表示一个人的梦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毋是世俗的梦想，咱毋是血气、受气迄种的一时的冲动，毋是。乃是咱深深知影讲，上帝所想事的愿望，伫头前伊要临到，所以。牧师要用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来做今仔日的结论做结束，因为主耶稣讲，上帝欢喜的年临到，阿免嘛。愿主所想事，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拢有上帝福音，恁拢有主耶稣基督福音，恁拢有今仔日耶稣基督所讲，今仔日这个圣经恁有听见啊？这个圣经所记载一切应允，拢要成就伫你的生命，愿咱伫上帝面前，咱知影，应允得的成就，伊代表苦尽甘来，欢笑收割。所以耶稣咧讲应验的意思，就亲像代表讲欢欢喜喜受过，苦尽甘来。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的礼拜，嘛鼓励咱在座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我要化悲愤为力量。因为你是我的倚靠，我深深相信，你伫我的人生中间有你奇妙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享受活命、摇花我的上帝，愿做伙伫你的面前来宣告、来敬拜。你是阮正人的上帝。你也就是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主，主愿将阮的绝望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除去所有一切搅扰阮、捆绑阮的锁链，互阮在座的兄弟姊妹，愿成做一个得到讨棒、得到医治、得到兴起你的囝子，通见证上帝，你真正是阮的上帝。愿同心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兄弟，这是来吟圣诗281首。救主，我亲近你，请起立吟全首。兄弟，请坐，准备奉献。
大家请坐。咱要行平安的进前，咱用这条诗歌来祈祷。牧师要邀请咱有几个祈祷。第一，伫咱咧唱耶稣听你的时，咱感谢上帝。时间已经到，咱台湾准备要开始常态化，咱的教会嘛恢复一个应该是恢复一个正常的常态来向前行。咱来做准备，嘛感谢上帝。伫耶稣听你这条诗歌中间，咱感谢主伫过去2年的保守。第二，咱为着咱教会中间年长的长辈来祈祷。第三，咱为着咱教会中间身躯欠安的人来祈祷，互这条圣神来带领咱唱这条歌。满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还感谢你。你享受人类最大的怜悯，就是你将你家己主耶稣基督享受给世间人。当我用祈祷的心来吟这条诗歌的时，我感谢你，你保留的听。你完全的听，你将家己予世间人会听。主，阮伫你的圣殿讲，阿爸天父，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不但伫这个疫情2年外的时间，你也伫我人生每一个时刻，主耶稣，你用你的听来陪伴、保守，主，阮感谢阿罗你。主，阮伫你的圣殿来为着阮教会的长辈、年长来祈祷，感谢你保守因伫这个疫情的过程顶悬平安到今仔日。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的士大人，保守阮教会的长辈，不但享受因健康，也享受因幸福，互因伫年老的时间有满满各种恩惠。主耶稣，你的听就完全了所有阮伫生命中间的需要。主，阮将阮的士大人甲阮的长辈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帮助因，也求主你纪念阮中间身躯欠安的遐日子们。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垂看你的天使，踮伫因的身边，做因的帮助，伫上帝你的面前来代替阮，将阮的祈祷。互主你听见，主求你帮助阮的教会，阮的教会准备要搁一个阶段新的开始。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垂看你的天使，分出天顶的声、扫角的声，互阮听见，阮会当重新整队伫主你的属灵的团契的内底。重新来组织，准备来做处罚。主耶稣，互这个教会是你的听起造甲充满的所在，互这间教会成做你的听充满的所在，通互人知耶稣你伫阮中间。请下这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兄弟姊妹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的看到你们真好哈，看到咱大家足好足好足欢喜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咱就宣布讲，咱要恢复常态的礼拜咱的囡仔就足认真。伫顶礼拜，咱的主持人囡仔头一个回复的是第一条圣歌队的诗歌，是咱的主持人学生所献的上帝。
今仔日多谢刘玉明甲宪国队所吟即个回应今仔日所选的经文的一条诗歌。我知影每一个准备即个宪国队练诗甲敬歌的即个人，因拢足用心，毋是干那刘玉明吼。咱愿天父上帝帮咱咱的教会。阁有我要甲兄弟姊妹报告，就是咱的教会伫今年本地有要为着90周年有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的野外礼拜有取消吼。但是咱的教会有决定伫下半年度的即摆无论是10月还是到圣诞节即礼拜的长执会会做一个选定，咱期待咱会当伫年底的时会当办一个感恩礼拜，咱的教会好不容易90周年，即个感恩礼拜对咱来讲是一个准备要重新出发的时间，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准备心，咱甲教会甲上帝同工，互咱的教会当通过即个90周年，为了过来10年的里程，咱准备咱家己，咱甲上帝讲，上帝求你用我伫教会也真侪上帝你的工人。咱来下面来为着生日的兄弟来祈祷，咱请生日的兄弟来头前。好，生日快乐！啥物啊？平安，伊家己袂记啊。要甲塞到后壁，恁就会当较好徛。毋免徛过，袂紧。恁逐个拢足体贴的，听到平安要来，恁拢闪好。咱来陪伴这生日的人，咱来祝福因。耶和华，你是阮福气的源头，我的活命对你来，你所享受的稳定、何等的甘甜。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平凡，为着贵小，为着丽美，为着佩婷，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阮出声祈祷，恳求天顶的上帝，你大大施恩赐福，互这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因会通坦然来到主你施恩座前，亲自对上帝你来领受对天顶所备办各种的祝福。主你有讲，你为着听你的人所备办的，主啊，阮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伫因的身上，灵油抹伫因的头壳，你互因生命的杯充满上帝你所有备各种奇妙的滋味。主你互因会当手捧救恩的杯，伫各所在、各时刻，让代表上帝你的天使，会当将上帝你的福分也分享，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恳求主你保守因，互因过来1年365日，每一个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因会当伫上帝你的圣神来得到智慧，来创造因生命中间的水，互因所过每一日拢成做一粒果子献予上帝。主你享受圣神帮赞，互因成做得胜的基督徒，心情上帝你属灵的军装所享受的属灵的军装，互因得胜，搁再得胜。愿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拜6、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6、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下礼拜私会，请张宏仁执事、苏琴，请刘一鸣兄弟。书院林安路甲陈美秀2位执事交代第3组。圣安讲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领修。集体沟通，第一，亲爱兄弟平安，主日礼拜甲主日日已经恢复常态实体聚会。
但是有缘保留直播，互远方的兄弟参与礼拜。若你身体无爽快，请注意照顾家己，愿上帝保守你。第二，主日礼拜后召开8月份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三，为生日的兄弟代祷。鸿雁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当按过去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心身欠安的兄弟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为升学的代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一节德克达亚。以上，这是咱来吟上行圣诗511首。阿乐至悬至尊，阿乐上帝至悬至尊。吟诗煞请牧师作导，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别得避讳。